丰台伫高雄登陆高雄港区的货柜和风增加外国起出，连超过10公吨的丁轮架这个设备也和风淹好倒。前顶渔港也有10多只渔船的大锁登去流去高雄港，港务公司赶紧派人去把船拖回来，避免造成危害。船已经飘到外边了，是不是？来往外面飘了。迄阵长滩是流去高雄港的航道，丰台3度2的强阵风破坏力是真惊人，就算船只事先加固嘛，袂堪的强风一直靠。前顶渔港至少13只渔船长滩流去高雄港，港务公司较紧到3天。我们有派港勤拖船在渔港的堤口那边关注那个船的情况，因为不要让它再往航道这边飘啦。因为原则上那个船还是会协助拖回到前镇渔港里面啊。后壁还有6只船长滩，港务公司先派拖船封锁前顶渔港的出入口，避免渔船流去上港的航道造成更较大的损害。环球海事嘛派出1只拖船，伫前顶渔港附近的水域盖好。袂堪咧透风大雨，港区内15米悬的电轮架也大安尼倒去，看起来真危险。不过阵风的威力阁唔难安尼尔。货柜直接风吹到路中去，边仔的货柜嘛东倒西歪，包括第7货柜中心、高雄港区内真侪所在拢出现货柜和强风靠甲倒去的状况。就连中港机械公司伫75号码头的射探机嘛，风吹甲倒去。另外，风台口起来超大影，共款惊人。差不多有5层楼这么悬的大影，是直接下过高雄港州这2期西海堤。风台伫高雄小港区登陆，造成高雄港区真侪状况。好佳在初步通报是拢无造成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